肯定算嘛。房子叫雪山。这是绝对是一个老的寨子，这是他们开会的地方。那个房子里面是住人的嘛？还有2间完好的。
错吗？啊，沙瑞乡吗？沙里村下面，还在下面。下面，哦，这个是叫什么名字吗？这卡巴村，卡巴村。卡巴村，你哪里去？我们是沙热村。沙里去。嗯。这里可以走哈，就是从这个下面去嘛，对不对？我一起来嘛。哦，我走得慢得很，你先走吧。好的，谢谢。上面路一起去嘛，沙里来嘛。哦哦，这路一个嘛没有啊。哦这一起去沙里上没有，哦下面上哦，最下面。下面，这上面不是，哦不是下面下面。看不见吗？现在？嗯，对。哦，看不见啊。嗯。好的，你先去吧，谢谢。投地去。接地灵还没有受到污染，这个感觉真的不错。另外一包香烟呢？那么多人。姐。